新買嘅 AI Dog 狗。今日我向大家介紹呢隻狗咧嘅好處同埋壞處。佢嘅好處咧就係可以錄音呢度。求其叫阿媽講一句嘢，前進，佢就可以停，退後，又趴下。打检测前方有危險，小朋友快跟我趴下。然後咧呢個有好處退嘅，後退，講後退，停，前進，停，右轉，右轉，第二是游泳，游泳，游泳。第三是蛙泳，第三式係游水，第四式游泳，第四式嘅游泳。第四是爬泳，你影上去10歲，冇啩？第五式第五是抬抬蛙，第六是手手蛙，第七是河奔月，第八是西式狗刨，西式狗泳游泳，游泳。第九是蝶式，第十是投降式，你這麼看，你想說什麼？跟住咧，佢可以屙尿嘅，係可以屙尿嘅，睇住啦。又可以有音樂嘅。嗱，第一個咧，佢呢個咧，佢有好多個掣嘅。我哋而家撳呢個坐下，睇下排名先。你問你，然後坐下啦。跟住咧，趴低，係警告前面有危險，跟住趴低。激光雷達檢測前方有危險，小朋友快跟我趴下。跟住佢識倒立嘅，睇住啊，3、2、1。我們給你表演一個。跟住咧，游泳又表現咗啦，跟住又有問號嘅，即係開機嗰陣時佢講嘅嘢。嗨，我是仿生智能機械狗，我想和你做朋友，請多多指教。跟住咧，佢再同小朋友一齊做運動啊，即係 sit up 唔係，準備啦，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做下。生命在於運動，小朋友跟我一起做運動好嗎？祝福。我祝滿天下的小朋友聰明，智慧又才，智商充滿你腦袋。我
嘅俾你聽，俾你睇。嗱，呢度咧可以撳呢個租鋪，跟住聽有線出喺後邊，跟住係會開翻嚟嘅。跟住咧，最後一個戰鬥。戰鬥冇嘢。戰鬥又係好惡啦，因為大家都可以買呢部機啦，因為佢都幾平下嘅。但係佢嘅缺點就係好嘈咯。佢行嗰陣時，吱吱聲；佢向右嗰陣時好慢啦，向左嗰陣時好慢啦。係啦，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喺度講啦，拜拜。